我想像这样的一个学习叫职涯规划，谈到career path development的时候啊，它免不了跟一样东西有关系，叫生涯的规划。因为职涯是生涯的一部分来的，就是偏偏生涯里头，如刚才我所讲的，生命我们不能控制。既然生命不能够控制，那为什么生命需要设计呢？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不可以控制，所以我们更加需要提早下功夫发现跟设计。所以对于人生不外有3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对于过去，我们一定要回头整理它；对于未来，我们要发现，我们要设计它；对于当下，我们才能够学会它，学会珍惜。换作人生有昨天、今天、明天3天。但是昨天、今天、明天把它浓合起来，其实人生就1天。因为人生1天是在一天一天的过，明天如果过不了今天，也没有明天，对不对？